继续要来讲，节温有规定，袂当炸刀，袂当炸爆裂物。但是有一个老先生，唔知影有这种的规定，伊为淡水节温到台北，就伫咧这个节温的车厢内底，甲刀拿出来爬笋啊，爬这个贵德啊笋。这是甲其他旅客惊到，赶紧来报警，结果互罚款1万块。 台湾车厢内底一个穿蓝色阿伯，拖脚脚坐伫咧涂骹，边后两地加水地下，随来拍开地下，摕工具开始伫咧写滴笋。民众是看到吊车惊，赶紧报警。你摕这个咧写？拍开阿伯加水地下，内底真侪贵滴笋。问才知影讲，这是拄则为淡水出来。你是啥物件写？ 菜刀啦。22号暗时6点，阿伯为淡水节分，被告台北车头伫咧车厢内底手提刀啊，伫咧写贵滴笋。警察来到现场，阿伯讲无代志做，才伫咧整理笋啊，无清楚节分的规定。消除笋不应该吧？不会吓到了，只是觉得不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这是违法吧？民众一个看，拢讲哎呦会受过可怕。依照台北节温规定，违禁品包括真侪种刀啊含尖尖的物件，不过若是有合法包装。 好势就当炸酒车，下对物件包括炮啊、含番仔火都袂当炸，那赖达都无限制，若违反规定，上车会扣罚5万。经查证身份后，将老翁移由台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依大众捷运法裁罚。 本正是想讲，经营帮消无时间，才伫咧结婚摕刀啊，伫咧写滴笋，若互旅客行到两骹，各方罚1万，互阿伯是疗伤未到，无奈甲对心肝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